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樂哥嘅頻道。係啊，我又出翻片啦。原先大家睇過早2個月前嘅片就話我唔會再拍片嘅，但係我諗可以將呢一個 YouTube 當係我公司展示出租物業嘅一個平台，因為我寫個網站又要 hosting 費，又要俾錢買網址，咁我不如就用 YouTube 呢條 link 就當係我公司嘅網站啦，唔使出錢之餘，仲可能一年收翻幾次錢，咁啊何樂而不為呢？今日咧想同大家輕鬆傾下偈，尤其係已經移民英國或者準備移民英國嘅朋友，係啦，仍然係有好多人想嚟英國嘅喎。我初初仲諗住而家已經係5年啦，之後應該冇乜人嘅，但係發現仍然係都有喺啲移英群組啊，都有人話問點樣移民要準備啲咩啊？咁又有啲人咧係英格蘭咧想移民上嚟蘇格蘭啊咁樣嘅。好啦，咁就講翻啦。呢幾年啦，無論喺 Facebook 群組啊、WhatsApp 群組啊、YouTube 留言區甚至朋友聚會咧，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抱怨啊，即係咧埋怨啊。咁好多網友啦，最多啦，不論喺Threads 而家成日碌 Threads 見到好多人就抱怨英國嘅天氣啊，聽日又抱怨人工啊，後日又抱怨學校啊，跟住咧怨到冇得怨咧，又怨NHS 嘅服務好慢啊，政府施政方針啊，咁好多嘢可以怨嘅。咁咧仲有生活上咧各種嘅歧視啊，咁都可以咧怨啊，可以鬧一大餐。咁每日其實好多人開 post 咧就話自己慘，咁咧下邊咧喺個 post 下邊咧就有一班網友咧就即刻回應添，你咁都叫慘，我仲慘啦，跟住下山1000字啦，咁結果變成咗一場咧就係大家鬥慘大會。阿 A 話咧我份人工咧得最低工資咋，咁啊 B 就即刻話喂，我仲慘啦，嚟英國揾咗6個月工都揾唔到，業主又要加租，跟住 C 咧又唔服輸喎。我仲慘啊！失業之餘，個 boiler 又壞埋，又要使一筆錢。咁最後咧，大家成功證明自己係最慘啦。但係問題係證明完之後有冇改善呢？係冇嘅，一樣要返工揾工生活落去，一樣要交租，要供樓，一樣要交 council tax。所以我慢慢發現咗一樣嘢。抱怨其實好似感冒咁嘅，係會傳染嘅。當你每日睇住一堆咧好負面嘅信息，慢慢咧你都開始覺得係喎，英國真係好差㗎喎，係食咗入個潛意識嗰度啊。但係奇怪嘅係，有啲人一樣住喺同一個城市，一樣返緊藍領嘅工，一樣面對英國嘅問題，但生活咧就越過越好。咁點解咧？因為佢哋會將注意力放喺機會，而唔係問題。我自己其實咧都唔係咩投資高手，更加唔係金融專家啊。基本上我買親股票多數都係輸錢嘅，我只係一個咧好普普通通嘅香港人。咁嚟到英國之後咧，同好多人一樣啦，由基層做起，努力返工，努力適應新生活。但係慢慢我就發現咧，原來英國有一樣嘢係好吸引嘅，甚至我覺得係我目前見到最容易接觸嘅投資機會。佢就係物業投資啦。先唔好有心諗，又係講樓，香港人成日都係買樓買樓，好似買一層樓就會發達咁。大家講到樓就好敏感係嘛？因為香港樓價以往真係升得太誇張，其實英國都升得好犀利嘅。你睇翻，其實由呢個2008年之後呢個金融風暴之後，其實嗰時都係英國樓價高位，一跌得好急，咁咧跟住亦都係升咗成10幾年嘅，一直升到而家嘅。睇翻啦，好多時咧香港啦，大家買樓都係為咗自住啊，就係收租啦，更加希望就係樓價爆升啦。但係香港樓價升，主要係因為市道好，加上各行各業繁榮嘅時候，成個大市一齊升嘅。一個新盤開出靚嘅價，連埋帶埋同區所有二手樓一齊升，呢個就係香港以往幾十年嘅小業主靠樓市賺錢大法。但英國好多嘅地區其實係唔同玩法嘅。最容易上手嘅仍然係住宅收租，係啦，買間屋出租，然之後成間房租收租金，聽落係好簡單。
但當你咧用心去開始研究、開始發掘之後咧，我就會發現原來係好多玩法嘅，好似打機咁嘅。香港好多時就係買一間樓翻嚟啦，其實就係買一個單位，成間放租。咁有啲高級嘅玩家啦，就將一間屋咧間做劏房，或者將工廈偷偷改建24小時工作室，同埋而家衍生嘅一啲學生宿舍。但呢啲做法一直都唔係合法合規嘅，始終都係遊走緊一啲灰色地帶。但係咧，英國真係好多元化嘅，例如普通住宅出租之外，仲有一啲叫做 HMO，即係 House of Multiple Occupants，咁即係等於香港嘅劏房啦。咁仲有一啲叫做學生宿舍 service accommodation，即係將一個單位就擺上去 Airbnb 或者 Booking.com 之類嘅平台，就斷日斷晚咁樣租出去嘅。同埋有一啲係公司嘅租賃，租俾一啲公司，可能佢係長期租3至6個月，咁佢一啲員工出差咧就會住喺你個單位度。同埋有啲咧社會房屋機構，咁咧同佢哋合作，因為呢啲機構好多時佢係有佢自己特定嘅團體服務嘅團體，譬如有啲係專係做 care home 服務老人家，有啲係專係服務一啲係譬如係傷殘人士，或者係有一啲係康復嘅人士。咁同埋咧有商鋪物業改建住宅等等等等。再進一步咧，如果你唔玩住宅啦，或者唔應該話住宅你已經玩到叻晒，仲可以玩商鋪、辦公室、工業單位，甚至做埋酒店。我第一次接觸呢一個咁嘅 market 嘅時候咧，真係有種感覺，哇！呢個直頭係現實版嘅大富翁啊！我相信70後、80後嘅朋友一定明白，細個邊個未玩過大富翁啊？我自己咧就好鬼中意玩嘅。每次最開心就係買地之後咧可以起屋，但通常未起到酒店咧，個遊戲已經係玩完㗎啦，所以每次都好唔捨得咧個遊戲咁快就玩完。但細個玩大富翁咧只係紙上談兵啦，咁長大之後先發現咧，原來現實世界真係有類似嘅遊戲。大富翁呢一個概念啊，係真係真嘅呢個遊戲，只不過遊戲咧變成呢一個由嗰啲假嘅遊戲幣變成真銀啦，風險亦都變成係真係風險啦。你可能真係投資錯誤係真係會上身嘅，係會搞到破產，甚至家破人亡。咁咧，但係咧，因為呢一個英國嘅呢個真實版嘅大富翁咧，係可以玩一世嘅，甚至你可以教育埋下一代繼續玩。嗱，當然咧就唔似大富翁咁簡單啦。你知英國有幾鬼多嘅條例㗎啦，喺租務上。咁啱啱英格蘭同威爾斯都搞咗呢個 Renters Act 係嘛21。咁其實咧蘇格蘭一早已經咧早幾年已經有係行緊呢一套㗎啦，係由我嚟英國之前已經行緊㗎啦。咁同埋買樓咧就唔係話買咗一定賺嘅，咁同埋好多維修啦，有時可能會漏水啊，有維修啊，有租客搬走啊，有時利率上升啦，好多好多各種嘅成本每一樣都可能係一個風險，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我鼓吹大家亂買樓絕對唔係啊！嗱，我自己都係初級玩家嚟嘅啫，咁仲喺度學習緊，交緊學費，都係會犯錯嘅。大家睇我之前啲片都見過係有犯錯嘅。咁正因為咁啦，我覺得好有趣。每研究深啲咧，每研究多啲嘢咧，就發現咗一個新嘅領域，更加多嘅可能性，更加令我想咧不斷去追求啊，想再進步，可以即係打機咁樣咧，想再過關，越打越高。咁我有時聽到有啲最近移英嘅朋友啦，就話想回流香港啦。咁我亦都知道啊，我呢一個區咧，我都識兩個家庭咧，係已經回流咗噶啦。係即係不知不覺㗎，佢走咗，我都係聽個仔講，佢成家人走咗喎。咁就當然啦，每個人有自己嘅選擇啦，我係尊重嘅。咁如果香港你覺得係你舒服嘅地方，唔想喺呢度咧，始終都係努力過啦，都係覺得唔啱嘅，翻去冇問題嘅。但我有時就聽到一個理由就係，等香港樓價升翻，同埋又真係，過去1年香港升咗喎，咁我就會覺得係咪真係升咗就要翻去咧？樓價當你真係好似傳媒講話升10%啦，出年，咁其實呢個只係一個猜測嚟嘅啫喎。好似當初嘅話，香港通關之後，大家會點好點好啦，大家憧憬到咧，好似真係
會發達咁樣好似今次就冇死啦個個咧就開做生意嗰啲咧租定鋪啊、擴充定啊，等住咧一開通咧個關咧就會大家可以掂噶啦，食個頭啖湯。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咧都係一個猜測一個推斷嚟嘅啫一個賭博，冇人知道未來係點嘅。咁如果你研究過英國物業市場，或者你可能已經係有買緊樓收租嘅，你其實再研究多少少啊，你會發現咧喺呢度係可以唔用香港嗰個思維去發展嘅你唔係等樓價升嘅，喺呢度你可以主動令個物業咧喺6個月之內，甚至更短時間咧可以升到25% 以上。200萬英鎊樓價就多咗少少你講係200萬港幣啦，兌翻200萬港幣，升25% 50萬港紙。你喺呢度係可以有辦法係主動嘅，唔係靠個大市一齊升咁被動去做嘅。同埋加上你收翻嚟嘅現金流你嘅回報你嘅租金收益計埋資產增值咧，咁所以嚟講，你個成個項目做得好咧20% 嘅年回報咧並唔係神話嚟嘅。當然啦，高回報亦都可能會有少少高風險。第一就係你主動去令個物業升值，其實你就係要幫個物業做好多嘅改動啦，你幫佢做一啲好多嘅翻新嘅工程啦，譬如令佢個廚房浴室仲有其他嘅結構幫佢做一個翻新。咁喺呢度你做呢個工程咧，就可能會有風險啦。譬如你揾一啲唔交大嘅 builder 嘅建築商去做。咁佢如果爛尾嘅話，你咪有個風險咯。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功課，要強化自己啦。咁我自己咧喺呢度咧就都浸淫咗幾年，我就有一個好簡單嘅原則，就係如果低過12% 嘅回報咧，12% 基本上我係冇興趣嘅。咁我覺得喺我嘅合理同埋吸引我嘅利潤範圍咧，我覺得係12% 至20% 嘅年回報啦。咁我就會覺得係合理範圍啦。我唔係話要發達要好多錢咁空泛咁膚淺嘅，亦都唔係想成為咩樓神。我係希望財務自由之餘咧，仲可以識到好多有相近目標嘅成功人士做朋友。舉個例子就好似如果你中意踢波，你都會中意同啲踢波好叻嘅人做朋友噶嘛，啱唔啱？特別係如果俾你識到啲更加叻嘅，甚至乎係足球明星嘅，咁更加係一個波友嘅求之不得嘅心願。咁我就係有咁嘅諗法嘅。咁我買樓就而家通常會衡量佢抵唔抵買咧，就係計下頭先講啦，12至20% 嘅年利率啦，即係話可唔可以喺6至10年左右回本，係啦，咁就令到個資產繼續產生嘅收入，然之後當個物業升值嘅時候咧，可以將佢咧再做按揭。咁如果你喺香港，你完完全全要合法去做物業投資咧，即係唔計劏房唔計將工廈偷偷改建住宅咧，基本上你只可以攞到3至5厘嘅回報，已經係好叻仔㗎啦。今時今日我當你5% 都好叻仔啦，即係你都要20年啊。實際上係唔止啦，你仲有可能其他一啲嘅維修交差餉各方面嘅支出，所以其實你唔止20年先回到本嘅。同埋而家樓市咧唔再似10幾20年前咧一味升㗎啦，可能咧係跌2年跟住又升翻1年，跟住又可能又跌翻2年，跟住咧可能先又升翻2年，即係好多波幅㗎。我相信大家喺呢6、7年都經歷過啦。2019年之後，大家都見啲樓價，香港嘅樓價就係咁上下啦，升下跌下，升下跌下。仲有你層樓如果係超過，我記得30年係咪？香港嘅樓超過30年咧，你係逼你要大維修喎。大家都知啦，被逼大維修嘅後果，大家都知得好清楚啦。咁所以其實移民之後咧，我最大感受咧，唔係話英國有幾好，亦唔係英國有幾差，而係我開始明白同一個環境，有人日日咧喺度埋怨，有人日日尋找機會嘅。幾年之後咧，呢兩批人可能會走向完全唔同嘅人生嘅。所以如果一個未嚟英國嘅人今日問我移民英國最重要學識咩咧？我會答唔係英文，唔係揸車，亦都唔係點樣慳稅，而係學識將注意力由問題轉移去機會，因為問題永遠都存在，但同時機會
亦都係同樣存在嘅。關鍵只係你每日望住邊一邊。嗱，如果你對英國物業投資有興趣嘅，無論你係零經驗定係已經開始研究，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啊！我都只係一個初級嘅 player，咁一路學一路玩，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玩呢場現實版嘅大富翁。中意今集內容嘅咧，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分享啦。下次再會，拜拜。